动保法的修法，敢要禁止夜市啊、和鱼啊咧，引起真侪争议。早起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直直反映指出讲，这届的修法是先以饲养动物优先哦，针对有共识的部分先来推动。也毋过有立委是认为保护动物政策应该一致。农委会有个动保法修法，加强动物管理，佮有虐待伤害。动保团体原本一准互鱼仔嘛会禁止，但农委会解释顶管哺乳类、鱼仔等其他动物无伫限制范围内底。对此，下早到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报告的主委陈吉仲重申这个方向。确认就是针对哺乳类动物，那我们就是往这个方向。那有共识我们就优先推动，那如果有争议，我们就会保留。不过，执政党立委认为，动物保护政策逻辑应该是爱相像的。夜市的商人啦，对夜市的摊贩缺乏沟通，我认为可以听取一下他们的意见，但是在政策面上面，我是觉得政府的执法政策逻辑还是应该要一致化。这个动保法修正，佮真正统一产业管理、动检管执法赋权，佮强化主人的责任。其中针对民间狗仔场有爱爸爱妈大量来饲狗仔，嘛免纳管。养50只以上的犬只的这一些的所谓的非营利组织的，可以陆续的这个纳管。农委会指出，民间狗仔场传出照顾不当、狗仔死亡的案件是一直拢有，才会要求一定规模的饲养人爱取得登记证。动保行政监督联盟秘书长何忠勋表示，纳管的立意良善，但50只标准依然需要讨论。伊认为，不管饲几只，拢应该符合动物福利。不过，伊嘛烦恼，这个规定一出来，恐惊会引发饲的人无必要的惊吓，尚无乐见因为惊吓来发生弃养动物的情形。记者林夏基文台北报道。豪恒